现代台语版圣经彼得前书第5章，我做长老，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人，有份伫伊得要显现的荣光。我甲恁中间偏偏得做长老的人苦劝，着牧养上帝交代恁的羊群，甲因眷顾，毋是勉强，是照上帝的旨意，甘心乐意，毋是为着贪财，是自愿热心来做。交代互恁的羊群，毋通用权威管辖，着做因的模样。安尼，恁伫大牧者显现的时，会得到永远袂失去光彩荣光的华冠。相款，恁少年人着顺服长辈，恁大家着谦卑相对待，因为圣经有记载，上帝敌对骄傲的人，施恩予谦卑的人。所以，恁要伫上帝大气力的手下谦卑，伊到时就会甲恁高升。恁要将一切的看路交予上帝，因为伊关心恁。着谨慎，着警醒，因为恁会对着魔鬼，亲像在口会使，四界行，在找通吞者的人。着靠坚定的信心来抵挡伊，因为恁知全世界的众兄弟姊妹，拢在经历相款的苦难。赐一切恩典的上帝，就是通过基督来呼召恁进入永远的荣光迄位。伫恁暂时受苦以后，一定会亲身甲恁重新建立，使恁气力，互恁坚固徛在。愿权能归乎伊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通过忠实的兄弟西拉，我写即张短短的批互恁，来勉励恁，搁见证这是上帝真实的恩典，就伫即个恩典顶面徛在。踮伫巴比伦，甲恁偏偏受警调的教会，甲恁请安。我的囝马可嘛甲恁请安。着亲切互相请安，愿平安归伫恁所有属基督的人。